OK，practice paper paper one 第6條，嗱呢條係 polar coordinate 嚟嘅。polar 咧 DSE 咧由2025開始咧，最後一年2025年2026已經開始唔考㗎啦。咁但係拍得 DSE 我都照講啦。OK， 好啦嗱，咁咧其實 polar coordinate 咧同我哋平時所學嘅嗰種plane coordinate 啦，平面坐標啦，其實差唔多嘅啫。佢都係咁樣嘅，不過佢由中間開始有唔同嘅圈圈啦，唔同嘅圈圈咁樣兜出去。又畫高咗，佢有唔同嘅圈咁樣兜出去，咁呢度1就代表1格，2就代表2格，3就代表3格。OK， 好啦，嗱咁咧為咗方便啦，我下邊就唔畫呢啲圈圈啦，咁已經大家睇得清楚啲嘅。好，佢同你講 in the polar coordinate 啦，咁 A、B、C 3點啦，咁俾咗3個坐標你，一個係13、1、5、7，咁我哋畫一畫圖啦，好唔好？係咯，我哋畫一畫圖啦。不過大家如果真係考 DSE 就唔好咁嘥時間畫圖啦。好啦，157，咁大家學西過西聽完嗰課已經學咗嘅，呢度係0度，呢度就係90度、180度、270度、157度就 around 喺呢個位左右啦。OK， 咁畫條線出嚟啦，咁我當呢個位就係 A 點啦。咁呢條線就係幾長啊？13啦。OK， 呢條線就會長13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跟住。B 點啦，佢就係247 ，OK， 呢隻角係157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247就會 around 喺 somehow here，OK， 咁呢個位就會係 B 點啦。咁 B 點佢就長14嘅，咁我都 mark 翻低佢長14。好啦，跟住另外仲有個 C 點 ，OK， 仲有個 C 點。C 點嘅話佢就係337度，337度就應該喺呢度嘅，其實就。OK， 咁佢就長15嘅。好啦，咁其實心水清嘅同學咧，就一開始見到呢啲題目咧，都會計下啲度數嘅 difference 出嚟嘅。呢個337度，呢個157度，大家攞你部計數機出嚟，337減157， 180度，180度代表咩？呢條係一條直線嚟嘅，得唔得？AC 係一條直線 ，straight line， 得唔得 ？OK， 中文嘅同學自己睇翻下邊啦。咁因為極坐標其實都係講啲度數嘅，咁我就唔 specific 用中文講多次啦。OK，AC 係一條直線 ，AC 係直線的話，呢度將佢 OK， 佢問你 AOC 係咪共線 ？A 點去 O 點同埋 O 點去 C 點，佢哋會用一條直線連埋一齊，咁佢係咪共線啊？佢 of course yes 啦。OK， 咁所以我哋 A 題咧，咁我哋要寫嘅就係 angle AOC 就會等於337度減157度等於180度，所以 AOC 是共線。OK， 咁英文同學自己寫翻 AOC are collinear 咁就 OK 㗎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去到 B 題，佢就問你 ABC 嘅面積，咁我哋將佢連埋一齊啦。好 ，ABC 嘅面積，我而家其實咧，你有2個方法可以做。一個咧就傻下咁自己揾晒3條邊啦，咁用 sin cosine tangent 用 cosine formula 同埋 sin formula 揾到嘅。OK，AB、B、C 同埋 AC 我揾得晒嘅。第二個方法就係如果心水清嘅同學仔咧，247度呢度247，呢度157，A 呢個位呢隻個157，total 去到 B 呢度247，攞部計數機出嚟，247減157等於90度，所以呢隻角其實係直角。三角形面積有直角底乘高，底係幾多 ？AC 等於13加15等於28，高係幾多 ？B 呢條係14，所以佢條高等於14 height 等於14。三角形 ABC 嘅面積 area 就會等於28乘14 over 2等於28乘14，196啊，好似係。係196 ，OK， 得唔得？咁自己唔好手賤寫單位，得唔得？因為呢種坐標上面嘅題目咧，你要寫單位，一係就寫 unit，OK， area 嗰就 square unit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你唔寫係唔扣分嘅，plane coordinate 都係。
OK，plane coordinate 同埋 polar coordinate 唔考啊，所以你問親都係 plane coordinate，咁你唔好走去寫單位，唔寫係唔會扣分嘅，喺坐標係通常。OK，佢問你面積又好啊，佢問你長度又好啊，你如果長度寫單位就寫 unit。OK，如果係面積要寫單位就寫 square unit、SQ unit。OK，或者平方，中文同學就係單位或者平方單位，咁但係唔好嘥時間去寫呢兩樣嘢啦。OK。